本片帶你睇清李連杰嘅病情真相、甲狀腺亢進嘅風險，以及豪門婚姻背後嘅現實壓力。記得訂閱，開啟細鐘仔，掌握更多娛樂熱話與健康八卦。你相信李連杰同利智嘅婚姻真係出現裂痕啦嗎？留言話俾我聽。一、代表你相信佢哋仲相愛；二、代表你覺得感情已變質；三、想睇我做一集李連杰寵妻語錄 vs 探病冷淡對比圖。近期媒體報道指出，李連杰因頸部腫瘤住院後，有網民爆料其妻利智每日只探15分鐘，引發外界對兩人婚姻狀況嘅猜測。有人認為係交護病房限制，但知情者稱佢住嘅係普通病房。向睇陳嵐曾在直播中強調李連杰對利智寵妻30年如一日，但亦都未正面回應婚變傳聞。李連杰嘅頸部腫瘤經切片化驗後確認為良性腫瘤，並非惡性腫瘤或者癌症，大家可以放心。李連杰多年嚟患有甲狀腺亢進，呢一種病症可能導致甲狀腺腫大或出現結節，進而形成腫塊。雖然呢一次嘅腫瘤同甲亢係咪直接相關，未有明確說明，但醫學上呢一種情況並唔罕見。甲狀腺亢進係乜嘢？甲狀腺係位於頸部前方、喉結下方嘅內分泌腺體，主要負責分泌甲狀腺素，就係 T3、T4，調節身體嘅代謝、體溫、心跳與神經系統功能。當甲狀腺分泌過多甲狀腺素時，就會導致甲狀腺亢進。常見症狀：心跳加快、心悸、體重減輕，即使食慾正常或增加，容易出汗、怕熱，情緒不穩、焦慮、失眠、手震、肌肉無力、月經不規則、眼球突出，常見於各歲夫子氏病。甲狀腺腫大，俗稱大頸泡。乜嘢情況下要特別警惕？腫瘤快速增大，出現聲音沙啞、吞嚥困難、呼吸壓迫感，家族有甲狀腺癌病史。男性或年齡細於20或大於60歲出現結節。影像檢查顯示不規則邊緣、鈣化、血流豐富。點樣確診同評估風險？超聲波檢查，觀察腫瘤大小、形狀、血流。抽針細胞檢查 FNA， 判斷係咪為惡性。甲狀腺功能檢查，了解係咪伴隨甲亢或低下。放射性碘掃描，判斷腫瘤係咪會分泌激素。總結嚟講，良性腫瘤多數不危險，但若果影響功能或者壓迫氣管，仍需處理。惡性腫瘤、甲狀腺癌多數預後良好，尤其係乳突癌，治癒率高。及早發現、定期追蹤或治療係關鍵。最後提醒大家要注意健康。拜拜。